防诈骗呢，按了1之后，手机就被屏蔽了。你打电话来问你说有没有打过疫苗，有打过疫苗的请按1，那大部分都有打过疫苗，按了1以后，手机就被屏蔽了，什么中毒还是什么宕机啊？然后手机上银行卡信息，还有这支付宝的软件那个信息都会被盗走，有的存款就会被转走。要记住啊，有通知的话，只会电话确认你有没有打过疫苗，并不会涉及到按键1还是按键2的操作。要问你要你按1按2，那个就是诈骗哦。叫你按1啦，按2啦，那个就是诈骗啦。你看会转走你手机上的银行卡信息啊、软件、支付宝软件呢，资料，有的人钱就被转走了呢。你看，支付款软件的信息都被盗走了，已经有不少人被骗了，你小心哦。防控疫情中心打电话来，只会确认有没有打过疫苗，不会要求你按键按1按2，有打过请按1，没有打过请按2。很多人都打过了按1，结果这就被骗了，钱财就被转出去了。因为你按了，你看按了1以后，手机就被屏蔽了，可能是宕机还是什么，然后手机上的银行卡信息，还有支付宝嘞，你看支付款软件的信息就被盗走了。手机被蒙蔽，然后手机上的银行卡信息、支付款软件的信息，很多人都被骗了。这个是大陆传出来的吧？大陆你看，打疫苗的那么多人，所以说防疫中心打电话过来只会确认你有没有打过疫苗，不会叫你说有打过请按1，没有打过请按2，不会这样啊。这手机要按1按2也不好操作呢。